謝偉俊議員。多謝主席。有幾點觀察嘅，然後我有少少問題。主席，第一點咧就係、我咧就覺得咧，我哋係適時咁去檢討選舉制度上有任何不完善嘅地方，又或者我哋如果喺現有嘅比例代表制之下，有啲乜嘢嘅程序處理補選咧，呢個係恰當嘅做法。不過咧就唔應該咧將個焦點集中咗喺咧某一啲事件上。某啲政黨、某啲派別人士曾經點樣做法咧，而作為一個今次呢個考慮嘅基礎。咁呢一方面咧，剛才馮檢基議員都講過，我係非常之同意嘅。第二點咧，我亦都覺得咧就嗰個事關都係重大嘅。咁我亦都想或者有機會嘅時候咧，局長都解釋下嗰個急切性係或者嗰個行政上嘅方便又好，或者係有啲嘅憲制上嘅需要咧，導致到我哋今次呢一個做法咧係比較係急。同埋咧，有冇咩原因我哋唔能夠或者唔需要咧作一個比較好嘅廣泛嘅諮詢？因為呢個都係重要嘅。咁呢方面咧，我希望局長可以都俾到個基礎我哋。第三咧，就我聽到好多社會上嘅聲音，包括我哋嘅同事咧，佢反對呢一個嘅建議咧，最大嘅原因咧就係話我哋係褫奪咗選民嘅選擇權。咁呢一方面咧，我想有少少嘅睇法補充下嘅。我哋嘅選擇權咧，可以係一個不斷地選擇。好似梁家傑議員咧喺早幾日有個辯論都曾經講過，佢話咧政治都嫌太長，所以咧就應該咧唔能夠最先喺選舉嘅時候定住咗嗰個排名嘅次序，而係應該發生事幹需要補選嘅時候，先讓選民再一次去行使選擇權。咁呢個當然有一定嘅理據喺度，但係同時我哋都考慮翻呢，我哋嘅選舉咧係要平衡咗呢個選民嘅選擇權，一個不斷嘅選擇權，同埋一個社會上嘅資源嘅運用同埋方便。將梁家傑議員所講嘅一個講法咧，推到最盡嚟講咧，係唔係我哋每一朝開會都應該嗰一朝早由選民選擇，嗰一朝早邊個60位議員代表佢哋最啱咧？呢排發生咁多事幹，每一個黨派佢哋嘅可能佢哋嘅民調可能唔同嘅，每一次事件發生之後咧，可能佢哋嘅選民嘅選擇可能唔同咗嘅。咁如果咁講法，咪真係每一次都有個好 instant 嘅、好急切嘅選擇咧？定還是我哋選擇咗一個比例上，我哋4年一次嘅選擇，我哋唔想太多。要煩擾社會，令到選民要不斷虛耗選舉經費或者時間嘅做法。咁呢個係一個有個選擇嘅平衡喺度嘅。就正如我哋喺立法會條例第36條2嗰度咧，都有講明，如果我哋發生出缺情況咧，係喺下一屆選舉之前嘅4個月內咧，我哋唔會搞補選嘅。咁所以咧，呢個所謂選擇權咧係一個平衡嚟嘅，係有一個建基於一個雙方面嘅利益上嘅一個比重嚟。咁呢一方面咧，如果用一個即係比較 keyword 即係一個 instant 嘅 choice 咧，定還是一個 periodic choice 咧，一個每4年一次嘅選擇，定還是我哋每一次都可以經常不斷地有選民選擇咧？呢個大家可以去討論。但係我就認為咧，如果係考慮到唔想去太多虛耗嘅情況之下咧，一早定咗遊戲規則，喺選舉嘅時候已經知道嚟緊呢4年咧，萬一出缺嘅時候會點樣做法咧？呢一個咧係可以考慮嘅方向。但係點樣做法？係用名單替上啦，定還是係用即係另一個餘額嘅替上咧？呢個係可以去辯論，但係咧就唔係話咧，我哋唔能夠咧係預咗遊戲規則之前咧定咗出嚟先。正如我哋打麻雀好，我哋話明4圈唔執位嘅，我哋唔會因為任何一個打緊麻雀嘅人話因為肚痛啊離開咗，於是新嚟嗰個人就話我要再執位啦，先再打嗰4圈。我哋係要打完4圈之後先再執位一樣。呢個好粗疏嘅比例，但係呢個係一個相對嚟講係我哋可以接受嘅，係預先定咗嘅遊戲規則，大家都遵守嘅。而我哋更加唔應該咧係一個所謂 result oriented， 睇下邊個制度最有利邊個黨派咧。好似有啲人剛才講話補選啊，咁可能益咗啲泛民啊、余若薇啊、陳方安生啊，定還是係我哋08年嗰陣時，如果用翻新嘅制度咧，就益咗邊4個嘅泛民議員頂上咧？我哋唔應該考慮呢啲咁嘅因素，我哋應該比較係中立啲睇下呢件事，究竟現有嘅比例代表制之下，有冇未 complete 嘅、未完整嘅一啲 jigsaw， 一啲嘅部分係需要補充上嘅。咁而家我哋正正就考慮緊呢一樣嘢。咁喺唔違反咗廣大市民嘅意願之下咧，我哋應該係循序考慮呢一樣嘢。但係急切性方面咧，我覺得係有一啲值得商榷嘅地方。咁至於咧喺選擇名單定選擇個人方面咧，每個國家係有唔同嘅。
咁呢個亦都唔係絕對咧係邊個先係最好或者最啱嘅。有啲同事當然佢覺得應該用名單制，因為咧因為佢選民係按名單去講嘅。但係呢個都唔係一樣，因為香港嘅政黨法係冇清晰界定嘅，係冇立例。喺呢一方面咧，香港政黨係同其他好多地方係唔同嘅。咁所以我哋用一個 hybrid 嘅方法，有名單加埋個別嗰個參選者咧係可以接受。不過呢個係要大家討論過之後先講。主席，我時間有限，我只可以講到咁多先。唔該，主席。好，林局長。主席，我多謝謝偉俊議員嘅意見。我哋咧係會咁，我哋希望咧即係喺今年呢個時間提出嚟咧，大家可以討論呢一個嘅建議，亦都咧希望咧係即係可以早段時間咧就立法，請市民咧喺明年大選之前咧知道呢一個情況係如何。好啦，就下一位就梁家傑啦，謝偉俊議員啦。啲補充嘅，第一咧就係我始終都覺得嗰個改革咧係比較大嘅。咁呢一方面咧就剛才局長係咪有機會咧回應咧？係喺嗰個諮詢方面咧，係咪能夠可以做得足啲咧？有冇咩急切性？我哋雖然講緊話可能2012年嘅選舉嚟緊，但係如果我哋按翻我哋一般嘅程序嚟講咧，理論上都應該有足夠時間做一個比較好嘅諮詢咧，先再行下一步。咁呢個係我覺得喺目前情況下咧，特別咁多爭議嘅情況下咧，係應該慎重啲行嘅一步。第二咧就亦都市民一啲意見咧，關於話如果喺啲餘額方面咧，有啲根本完全冇代表性嘅，或者咧相比嚟講有代表性嘅，但係佢唔願意做，或者做咗其他工作之後，佢已經唔能夠再出補選啦，補呢個缺啦。咁啊點咧？咁會唔會輪到啲好冇代表性嘅人上咧？咁呢個咧，政府會唔會考慮一個方法，就係話都有一個 threshold， 一個最低嘅先設咗嘅一個比例，係如果過唔到呢個最低嘅比例嘅情況下咧，都冇法子啦，都係要真正用翻我哋補選啦，而唔係用呢個預先設嘅一個補選制度。咁呢個作為一個防止咗有所謂憲制嘅漏洞或者危機咧，係可能到時係真係冇咗人可以有代表性，或者係冇人願意做嘅時候咧嘅一個諗法。咁呢個想當局都諗諗。而第三咧，回應翻剛才梁家傑議員所問嗰個問題，關於即係點樣去即係解答呢個扭曲嘅問題咧，咁恐怕咧就冇一個好完美嘅答案俾到梁議員。甚至扭曲呢個字咧，剛才何俊賢都用咗嘅。咁事實上冇一個方法咧係大家都知道係完美嘅。咁而即使講翻剛才何俊賢講翻大陸嘅制度，即係歐洲大陸嘅制度咧，譬如德國嗰啲制度咧，佢哋用嗰個所謂 party list 去上咧，其實都係有，首先我理解有個所謂 threshold 嘅，有個最低限制過到先可以有呢個 party 有呢個 list 參與呢個選舉。第二咧就係話香港嘅政黨制度咧係完全未成熟嘅，相比起歐洲地方咧，關於起碼我哋冇一個政黨法，亦都冇一啲好清晰界定咩為之政黨，有啲咩責任，有啲咩權利。咁呢一方面咧，我哋行緊一個係一個可以話係中間嘅制度，就係唔係完全政黨制度，亦都唔係完全人嘅制度。而有需要嘅時候咧，可能係人加政黨名單上面一個選擇。咁我無意咧係對任何人不敬，但係譬如你講翻剛才舉例嘅例子，譬如盧永樂同埋容永常嘅比較，我相信如果係有需要選擇嘅時候咧，選民係覺得咧，相對嚟講盧永樂嘅代表性高過容永常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雖然係冇一個絕對恰當大家都認同嘅選擇，但係冇選擇之下，我哋都要做一個選擇。總之咧就係話要喺事先咧遊戲規則要定咗先。我哋唔能夠話有出缺嘅時候馬上定一啲例出嚟改呢一樣嘢。但係如果我哋而家呢個階段定下一屆選舉嘅遊戲規則嘅話咧，我睇唔到咧係一個太大嘅扭曲。而選民咧，佢明知有呢個可能性嘅時候咧，可能佢哋喺投票嘅時候更加慎重啦。佢哋知道可能咧有機會發生嘅就係啱啱選唔到嗰隊團隊咧，有可能第一位咧會有機會補上嘅。咁所以咧，點解佢哋喺投票嘅時候要特別選擇咧？就係話佢哋要揀咗呢個，要預備呢個可能性。咁而事實上咧，我哋睇翻譬如英國嘅制度咧，佢哋 first past the post 嘅制度咧，好多時佢哋嘅選民嘅基礎咧，可能大家30比30幾對20幾嘅。而20幾個政黨咧，通常都係自民黨啦，攞唔到咩位嘅。雖然佢嘅選民基礎唔錯嘅，所以喺選民選嘅時候，佢預知有呢個可能性嘅時候咧，佢哋唔會嘥咗啲票。佢哋選嗰陣時，佢哋知道個票預先有個可能性咧，佢哋會用個方法去選擇。咁大家知道規則之後咧，就自然識得去玩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喺冇選擇情況之下咧，係由一個所謂個餘額比較多嘅，相比起又話一定硬性係名單上面嘅
人去補償嘅話，呢個係有得商榷，但係我覺得係可以諗嘅。咁但係最主要即係我覺得咧，咁情況之下咧，係一個平衡，係一個妥協。妥協就係咩咧？就係我哋唔想有發生嘅情況，就係嘥太多社會嘅資源、時間、精神去選舉。我哋4圈就係4圈，我哋唔想打到圈嗰陣時又要執位啊，又要定嗰啲台灣牌變廣東牌啊，又話可能13秒唔當棋牌當詐糊計，我哋唔想有呢啲咁嘅嘢，我哋想預早知道先，而知道之後咧，邊個補償嘅話咧，佢同樣道理都係跟翻規則，直至到下一次選民再有機會4年之後再選嘅時候，佢哋可以有新嘅選擇。咁呢個係其實一個平衡。就算剛才葉劉淑儀議員講嗰個關於嗰個譬如美國個 Illinois 嗰個選擇一樣，誇張到係由嗰個州長自己去委任都可以接受嘅。雖然當時嗰個個案咧就令到個州長即係由於佢涉嫌收受利益啊，佢委任人咧，所以出咗事啦。咁但係呢啲係唔係有絕對嘅，係可以諗嘅嘢。不過就唔能夠建基於咧，純粹係話太急同埋完全政治考慮，而係我哋想修補好而家嘅制度，完成咗代表制嗰個有啲未完成嘅地方，呢個可以接受。多謝主席。好。局長想唔想有簡單回應簡單？即係首先呢，就公眾嘅意見，我哋當然非常尊重。我哋相信呢，喺呢個立法嘅過程當中呢，公眾嘅意見呢係會即係體現到出嚟嘅。第二呢，就關於謝偉俊議員問將來替補嘅候選人我哋會唔會定一個即係最低嘅得票率先俾佢嚟到替補呢？主要我哋睇翻即係譬如08年9月份嗰個選舉呢。即係排第一個可以替補，第二個可以替補嗰啲即係可以考慮嘅候選人咧，其實佢哋嘅得票率咧都係有萬幾2萬幾票，即係個得票率都係可觀嘅。咁所以暫時咧，我哋係並冇即係諗住咧係設一個最低嘅限度。而第三咧就即係選民嘅意願確實係好重要，所以我哋應當咧係即係比較盡快早去立法咧，挺咧即係選民咧係知道2012年嗰個大選咧佢哋選嘅係乜嘢。好簡單回應，關於嗰個最低嘅 threshold 嗰度咧，我覺得我哋唔能夠咧，純粹話因為08年嘅結果咧就冇可能發生呢件事咧，於是我哋唔預早設計咗個遊戲嗰個規則，因為呢個係有可能性嘅。咁如果我哋有機會設計，點解唔設計得周詳啲好啲咧？好，就我諗仲有2位咧，第二。